公费流感疫苗对今开始分2阶段来做，头一批会当做的包含65岁以上等10类对象，第2阶段是对11月初1开始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。另外呢，为着要防止这校园内面流感群聚，学校今仔日也开始做咯。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。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1起分2阶段开始做，高中及以下甲5专1到3年级学生采用校园集中注射，希望会当防范校园流感群聚事件发生。任何的厂牌一定都有一定的保护力，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才做施打这样子。疾管署表示，秋冬是流感甲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，而且两方面的症状真强，拢会出现发烧甲呼吸道症状。做疫苗会当降低并发重症甲死亡风险，所以第一阶段优先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、6个月以上的婴幼児等10类的对象。第2阶段是为11月初1起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注射。有打就比较安心了，其实是打国光的。据报道，好像说可能会严重。所以打得比较安心。是的。那为着推出注疫苗的人，卫福部长许淑环也亲自俾厂委注流感疫苗，希望会当提悬疫苗的注射率。疾管署表示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卖698万剂4价公费流感疫苗，其中各个省级349万，大约占总量的50%。赛诺菲192万剂。台湾东洋86万剂，加高端70万剂，大约占1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